糖尿腳並唔係突然間發生㗎，響腳部出現傷口甚至潰爛之前，神經同血管嘅損傷早就已經無聲無息咁開始。點樣打破發現就係晚期嘅困局，關鍵只有8個字：及早預防，及時治療。Flow7 係一套整合血管功能同自主神經數據嘅管理系統。佢嘅核心價值在於對糖尿病周邊神經病變，尤其係絲纖維神經病變，做到早期同定量化嘅篩查，幫你及早識別糖尿腳風險，預防足部受到侵害。傳統神經檢查對早期病變唔夠敏感，而 Flow7 實現咗新突破。電流皮膚反應檢測，透過出汗運動測試，評估神經系統狀態。呢種方法可以靈敏捕捉早期神經損傷，被認為係檢測周邊小纖維病變嘅有效手段。根據2001年發表喺 Diabetes Care 期刊嘅研究，使用測試絲纖維神經功能嘅技術，可以比傳統方法更早發現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嘅症狀。測量血氧同脈搏，透過脈搏波形分析微血管狀況，同時透過心率變異評估自主神經功能。Flow7 實現咗由小纖維神經、自主神經到微血管功能嘅多維評估，早於結構性病變出現之前，已經可以客觀識別高危患者，為延緩糖尿腳等嚴重併發症提供決策依據。早期篩查之外，積極進行輔助治療亦同樣關鍵。ECP 體外反駁係一種機械程式，屬於非入侵性被動式血管運動方案 ，FDA 認證，可以用於改善心血管相關健康嘅儀器。ECP 體外反駁係從根源上處理糖尿腳嘅問題下肢同全身血液灌注不足，而血管運動原理係物理性、系統性。響心臟舒張期，按序加小腿、大髀同臀部，將血液強力回輸，提升主動脈壓力，增加下肢動脈灌注同血流量，改善足部缺氧狀態。因此 ，ECP 體外反駁提供一種安全、無創嘅血管運動方案，配合膳食治療，共同應對糖尿腳風險。Flow7 同 ECP 互相結合，共同構建出一套由早期精準預警到主動干預管理嘅健康保障，為預防糖尿腳呢一併發症提供新策略同新工具。守護雙腳，由呢一刻開始，糖尿腳唔使等到發現先處理，早期洞察、主動出擊，先係健康之道。